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不好啦！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。上头日记，上头日记，上头日记，沙僧日记。前面那座山呢，就叫火焰山了。你们去找铁扇公主，但千万别说是我跟你们说的。我的芭蕉扇不见了。你说谁给我牛大哥戴绿帽子了？大料啊！芭蕉扇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长治2年7月2日，二师兄说，原来铁扇公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女人，太上老君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男人，还是超越了想象。太上老君，您好，我是3界传媒的记者，我想向您请问个事儿。红孩儿明明是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孩子，为什么会有您的绝技3味真火呢？哎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啊！你，小狐狸乖乖把这什么时候来唱？打死！扇子要紧，忍。小妖精，出来！哎呦，这不是大姐吗？怎么搬去到我这儿来了呀？谁是你大姐？小妖精，扇子给我。你是大房，我是二房，你在老牛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位置了。大姐是看得起你。再说了，这扇子是牛牛送给我的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人，扇子。阿弥陀，这就是牛魔王的小三。这位女尸体，尸体，你年纪轻轻的，为什么要当牛小三啊？跟我们西天取经去吧。什么？师傅，你说的对，让我们带他走，带他走，带他走，带他走。好你个黄脸婆，还带一个秃头大白脸当救兵啊！因为老牛不在，你们就可以欺负我，欺负我！我人。阿弥陀佛，这位女尸体，你还是把芭蕉扇交给我吧。秃头大白脸，生起气来也是很吓人的哟。我好害怕哟！想要我的芭蕉扇呐，那得问我的宝贝答不答应。变！芭蕉扇！别以为老娘没有准备。为什么我这有些不同啊？没有不同，是吗？你那个是装饰品。装饰品！吃我一扇！哎呦！二师兄，救我一下吧！啊！快点！你把纸扇给我呀！好，谢谢。难得猪头这么肯帮忙。怎么样？见识了我的厉害了吧？哎，师傅，沙师弟的信。师傅，沙师弟说他已经到天竺了，是在那儿等咱们，还是让他赶快回来？废话嘛，让他赶紧回来。这小狐狸精吃俺老孙一棒！哎，大师兄，那个妖精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。你给我把丁妈拿走。大师兄，你要是想打死他，就先打死我，因为我们恋爱了。啊？行，那我就打死你啊！哎，大师兄，我后悔了，我们分手了，因为他有狐臭，而且睡觉之前他不刷牙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分手了，真的是我蹬的你。
别走，又回来。好，逗。还好了，扇子。哎呀，好啊，回来就好。大兄弟啊，谢谢你帮我把这芭蕉扇给夺回来。大嫂，你知道吗？那小狐狸精我没给它整死，我非常的恼火，你知道吗？不用担心啊，回头我见到小牛的时候呢，我给他朗诵一段《家庭和睦心经》，他就会回心转意了。哎，另外那什么，赶紧拿扇子去把火灭了。行，师傅。哎，大兄弟，这来都来了，喝完酒吃点饭再走呗。哎，那也行啊。那个你这么的吧，我们先吃，你灭完火回来再吃，好不好？这玩意儿不好使啊，火越扇越大。你看给我熏的。我不会用啊，金箍棒我都用一个一个的，这是啥呀？我要陪你去肯定没问题。走啊！拉我。好哥，来了。终于回来了。你问他们好使不？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这扇子它就灭不了火？我觉得还好啊，功力很强啊。我告诉你，这扇子绝对是假的。不可能，这扇子是太上老君追我的时候送给我的。那就不会是假的呀。不信咱们测试一下，如果他要是能扇飞人，这扇子肯定是真的；如果他要是扇不飞，这扇子绝对是假的。耶，你们看我干什么？我觉得一定是真的。哎，又被扇飞了10万8千里，好不容易回来啊！你这是不回来了。赶紧把扇子给我吧！再也不能给他们了，太可怕了。看来这个扇子能不能吹飞人是问题的所在，能不能灭了火才是分辨真假的关键。你说呢，吴京？我喜欢扇子，谁也不要抢我的扇子！扇子！这个死东西，居然有个假货骗了我这么多年，让他给我等着！这可如何是好呀？如何是好？肯定上去找他去啊！把真芭蕉扇拿来，如果不拿，金箍棒我真缩楞他！我跟你讲。对，杀！哎呀呀，这不舍不得，这舍不得，这不能玩啊！咽不下这口气。还有，这太锋利了，这。你看好了啊！上面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咱们先走吧，别等他了，行吗？情绪太不稳定了。这刀是我嫂子的，怎么什么都拿？本来呢，这种事情应该很气愤的，不过我已经习惯了。真正的大 boss 出现了，我们再次来到老君府一探虚实，让我们一起去天庭，体会那来自几千万高空的安静与祥和。给我出来！别人先欺负我了，你给我做主了啊！你回吧，我不认识你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不认识我？你不认识我？你是不是得了阿尔茨海默了啊？看清我长什么样就说我不认识我了吗？啊？那话说的可好呢，有人欺负你呀，我替你做主。既然有人能踩我头上来了，你说你不认识我了是不是？啊！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啊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啊？说话一点都不算话。罢了，我也不掺和你们的事儿了。太
好看见玉面狐狸在您这儿哭诉。要是您对此事儿不做回应的话，那我只能把刚才录的视频资料交给狗仔队啦。无言。哈，太上老君，其实呢，我就是想问问您，对于唐僧师徒受困于火焰山的事儿，您怎么看？原来你是要问我这个呀？其实呢，我对唐僧师徒是寄予一定的厚望的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小唐同志是个好同志啊，他呀不怕困难，不怕艰险，不怕路途遥远，不怕妖魔骚扰。他呀，为了众生的福祉，毅然去西取经，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？这是一种牺牲小我、完成大我的大无畏精神。你我都应该为他学一学，向他学习，知道吗？可是您明明多年前把芭蕉扇送给铁扇公主了呀，有没有这事儿？胡说啊！怎么能在他那儿呢？扇子一直在我这儿。可是他是您的老相好呀。你们哪个单位的啊？我跟你说，记者同志，那个时间不早了啊，那个我还有个会啊，我先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回来呀！最好别让我抓到他的把柄，抓到他就完蛋了。哎，你们两个站着。白晶晶小姐，这不是金总、银总吗？怎么，你们两个又来烧锅炉啦？劳动最重要，继承者继承者系。我呢，现在是3届传媒的记者，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向你们了解一下关于太上老君的事儿。对，那个我们太上老君以德服人啊，抚慰人心呐。你看咱们哥俩这么辛苦，这天很热呀。你看，然后为了抚慰我们，给我们放了2分钟的长假呀，2分钟的长假呀，所以能不能行啊？我就是想让你们说实话，让你们爆点儿。这段掐了别播。我就是想让你们爆点太上老君的料，事成之后，给你们一大笔钱。他说给钱，难道你们不想在东山再起了吗？讲，我有料。这个不能说，这说，咱俩都得。怕什么？咱哥俩何不趁这机会敛一笔钱，自己再开辟一条新道路，跟那什么太上老君这断绝关系？要不咱们摆他一道？我捡重点说啊，太上老君这老东西啊，想把自己孩子红孩儿从铁扇公主手中抢回来，但铁扇公主肯定不肯呐，她就觉得那是自己孩子。我说两句啊，然后呢，他就让那个玉面狐狸去勾引那个，去勾引那个勾引谁？勾引谁？话都说不清楚，我来吧。这老东西啊，就看不惯人家家庭美满幸福，就让那玉面狐狸去勾引牛魔王。你说他坏不坏？为了达到自己目的，不择手段。你说？哇塞，这可是齐天大料哎！哎，对了，那假芭蕉扇是怎么回事？他让那玉面狐狸啊，把那真芭蕉扇骗过来，自己弄个假的，这真假一调包，真把玉面狐狸骗过去了。所以那个真芭蕉扇就在那老东西手上。我知道料可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今天就报到这儿吧，就。那什么时候能给打钱呢？把你们卡号给我，我给你们打一大笔钱。一大笔钱吗？我知道一大笔钱是多少钱。这么大，哥，铜板，啊！我觉得咱哥俩还是先跑路吧。辛苦，我欣赏你。劳顿，我欣赏你。好，辛苦，我欣赏你。哇，你看太上老君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好帅哦！我常听同仁们提起你，是啊，好帅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哎，都是大家捧我啊。是这样，我们呢想借芭蕉扇。
哎呀，小唐同志，你的这个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呢，这个芭蕉扇在铁扇公主那儿，没在我这儿啊！你们找错地方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扇子肯定搁你那儿，你给我拿来。没有，没有，要犯浑。哎，别闹，肯定搁你，别闹，肯定搁他这儿。别闹啊！玉帝到。哎，怕谁来谁。这死猴子，你要害我们团灭吗？参见玉帝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玉帝老二，我们取西经卡在火焰山了，过来借芭蕉扇，不借你自己看着办。你还叫我玉帝老二，是不是？玉皇大帝，这泼猴啊，藐视天庭，咱们得重罚他。对，就是你，你为什么不把扇子给他们啊？非要在这儿闹，我是故意的。哎呦，老臣不敢呐，扇子真没在我这儿。真不在你这儿吗？真不在呀。启禀玉帝，两件事儿。我手下的小记者刚刚送来点新闻素材，您看您是批还是不批呢？看看呗。小姐，批复我了，你给我做主了啊！哦，哎呦，玉帝呀，可能是我呀老糊涂了，这扇子就在府里，我马上去给您拿啊。求去。哎，这个老骗子啊，是不是搁他那儿了？星儿啊，你刚刚说有2件事跟我说，第2件事是什么事儿啊？是问您今天晚上翻谁的牌子？这种事儿在这说合适吗？啊，整得好像我没什么正事儿似的。你本身也没什么正事儿。嘿，阿飞，中。老家伙。哎呦，扇子来了，久等了。哎，这就是真的芭蕉扇吗？哎呀，真的，躲开！没有啊！不要碰我扇子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孙悟空用真芭蕉扇扇火焰山的实况直播。这里的风实在是太大啦，他能不能用芭蕉扇扇灭火焰山的山火呢？唐僧师徒能否顺利渡过火焰山呢？请编辑你的答案 ：A 能 ，B 扯淡。发送短信到号码100000869，我们将每天抽取1名幸运观众，赠送火焰山双飞5日游。风实在是太大啦！师傅，哎，大师兄，真凉快啊！回来了，好好使，全灭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哎，那咱给人还回去吧。好啊，哎，别呀，咱不知道这扇子是真是假呢。对呀，咱别介意真的还假的呀。也是啊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好。你们这帮家伙不知道现在是春运吗？回来的票很难买的。这真是一场跨越种族、跨越时空的天地大乱斗啊！刚才我看啊，土地的脸色不是很好。七品官什么待遇啊？哎，其实师傅，七品官的待遇还是不错的，单位分房3室1厅，可以娶1个老婆，啊，每个月文银2两，年底发300斤大米，200斤的土豆子，再加上20斤的油，还有10斤的带鱼，一般的官都得不到这个待遇。比如说8品的灶王爷，对，9品的笔仙，哎，那3品是什么待遇啊？那当年我的待遇可好了，单位分房400平米啊，3月2室1厅13位，啊，可以娶4个媳妇儿，配一辆轿车，进口的最低排气2.0，每月工资10根金条，外加2根油条。到了年底了，超市月票想怎么花呢就怎么花。他要敢发我待遇，我1个大嘴巴子给他跪脸上。神仙的生活还真是糜烂。对呀，所以我不在天上当官，当不了。没品呐！哎呀哎呀！